后来继续来看中国的两会，也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甲政协的会议，伫北京来召开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中外记者会，甲美国的总统拜登来放刁，讲中国伫台湾的问题无妥协的余地，嘛无退让的空间。讲海峡两岸必须都要统一。咱的陆委会提出着反驳。 讲台湾将来都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。讲台湾前途只有台湾2300万的人民有权来决定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当中国媒体面前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讲，两岸必然统一，无退让的空间，嘛经过美国唔通超过红线。海峡两岸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 我们敦促美国新届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，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。英国调研立委认讲，王毅伫两会上谈话较讲嘛，迄几句。 这是老调重弹。以往中共都把这些问题列为内政问题，这一次反而是诉求美国尊重他们的看法，才能作为中美交往的基石。这个是对台海无能为力，退一步往国际外交上去诉求。针对统一的部分，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。不过就我们自己本身中华民国的立场，我们相信我们也是态度是一贯。 面对敏感的话题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强调讲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。国民党立场真清楚，陆委会嘛讲，台湾将来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。台湾的前途更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共同的责任。 外交部回应讲，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打台湾，对两岸发展完全无帮助，干来增加反感尔，引起国际间对着咱国更加强、更有力的支持。